交通部有公布上届新的全台湾交通事故死亡统计，113年呢，这台南地区过路人死亡人数是有增无减。有民间团体是建议讲呢，就要增加进行道，也爱把这车路缩减变做是3公尺宽，会当让这车速降低，特别是市中心爱大声来做。 2年前，台南北区一个路口发生3岁囡仔过车路的时，后车弄血意外，引起社会对过路人安全的讨论。市府虽设真侪过路人优先措施，要洗清过路人地角的歹名声。不过，交通部公布上新全台交通事故死亡统计，113年台南地区过路人死亡人数无减颠倒增加。有时代认为问题确实也未彻底改善。有嘛是有人无让愿的，啊嘛唔过免怎讲，伊就要让咱就家己想好好势。 那这边的话，我们会持续跟中央来争取前瞻的一个道路服务品质提升计划，还有校园周边这个行车安全改善的一个计划，永续提升人行安全的计划补助。我们会持续来宣导行人通过马路的时候，车辆要来礼让我们的一个行人。根据警察局统计，113年过路人事故死亡人数拢总18人，其中大多数拢是高龄时代。警察局强调，虽然事故有增加，不过 A1 类重大死亡事故人数平去年降10%。台南市人本交通促进会建议，目前人行道佮设无够，路面设计嘛伤宽，那车路宽度通缩减到3公尺，就通让车放慢速度。人行道的部分需要增设比较多一点，因为 人行道它其实不是只有保障行人，它另外也可以提供用车驾驶，他们在转角的时候，他们的视线会变得比较辽阔。过路人的事故内底吼，也是以坐火人的15件吼是上介多。啊，咱过路人事故的原因部分吼，是以无照标志标线吼。 下过马路吼，7件上介济。台南市已经连续3冬，伫每10万人交通事故伤亡比率拢是全台第2悬。交通局甲警察局讲，未来会加强驾驶参过路人正确用路的观念宣导，卖加强路口稽查违规处地，避免死亡事件搁发生。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。